Hello，大家好，我係 Joseph Chan。咁今日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嘅。咁大家都聯想到大象係點樣嘅？大象係咪體型好龐大嘅？佢哋嘅四肢、佢嘅腳、四隻腳係咪好粗壯呢？你可以想象得到，佢哋嘅四腳，即使佢哋被綁上一個鐵鏈都好，佢哋都唔係咁容易俾呢一個鐵鏈嘅質地，可以俾佢哋係好容易會整到受傷嘅，因為佢哋實在太粗壯啦。佢嘅鐵鏈呢，都唔係咁容易傷到佢嘅。但係好無奈呢，就當佢哋變成大象之前呢，佢哋都會經歷過小象嘅階段。當出咗世冇幾耐嘅小象，啲訓練員呢，為咗令到佢哋更加強壯啦，但係變成大象之前更加強壯啦，等佢哋吃多啲苦，受多啲苦，希望透過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呢一個訓練員嘅宗旨呢，希望令到小象都從小去吃一啲苦，所以呢，就佢哋決定呢，喺小象喺一個好幼小嘅四肢裏邊呢，就綁上咗個鐵鏈。咁你都可以想像一下，小象嘅腿嘅四肢好明顯係比起大象嘅四肢咧，係好明顯幼小好多嘅。佢嘅體型都真係好明顯係幼小好多嘅。但係就好無奈啦，咁就嗰個訓練員都好無情啦。可能佢嘅內心係只不過想訓練下佢啫，但係呢，就當佢哋係去同一個鐵鏈去爭鬥嗰時候呢，經常呢令到嗰個小象嘅四肢呢都搞到遍體鱗傷，甚至乎爭啲斷咗個四肢嘅。而且呢一段經歷帶俾佢好痛苦，所以呢，其實小象都係有佢哋嘅心理啦，有佢哋靈性啦，有心理啦，所以呢，佢哋都將呢一段唔係咁愉快嘅經歷呢，咁銘記佢哋嘅心入邊，小象嘅心入邊啦。咁見到咁訓練員就見到佢咁慘啦，咁冇用啦，咁就決定呢，就鬆綁佢哋嘅鐵鏈啦。咁即使係咁都好咧，咁小象依然都將呢段經歷，佢哋冇辦法去擺脫呢一種咁創傷，呢一種咁傷痛嘅經歷啦。咁幾年之後，咁小象已終於變成咗大象啦。咁大象嘅腿好明顯係粗壯好多。咁訓練員咁就決定咧，就喺佢呢個階段咧，就再綁上一個鐵鏈，希望佢哋可以用佢哋嘅四肢，希望可以整爛個鐵鏈啦。但係好明顯啦，就係呢個大象咧，喐都唔想喐，佢變得。佢明明係可以整爛個鐵鏈嘅，但係佢都唔能夠喺跑，當佢跳嘅時候呢，都已經唔敢再跑，唔敢再跳，唔敢再同嗰個鐵鏈去拉扯。原因點解呢？因為呢，佢喺小象嗰陣時候呢，都曾經俾個鐵鏈搞到重傷，甚至差唔多骨折咁滯。咁呢段記憶仍然喺大象嘅心理入邊。便都亦仍然記住呢段嘅經歷，所以佢而家咧變咗，即使佢可以做到可以整爛嘅鐵鏈都好，但係佢都唔敢再去亂咁試，唔敢去唔敢再去同呢個鐵鏈去做一個抗衡。咁係呢段故事，咁大象小象呢段故事話俾我啲係咩嘢呢？代入翻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咁會唔會有時候我哋去做一樣新嘅事物嘅時候，例如做嘢啦，或者係做一啲任何人生裏邊重大嘅決定啦，又或者係讀書嘅時候啦等等，會唔會因為你哋想嘗試去做一啲嘅行動或者改變嘅時候，你喺腦海裏邊想做，但係最後都係變得好似拖延，唔敢去做第一步？會唔會因為好似一個大象同小象嘅故事咁樣呢？可能你做出第一步嘅時候，事情你外間嘅事物可能冇你想象中諗得咁可怕，但係因為你會唔會內心裏邊嘅一啲嘅焦慮感啊、唔安全感啊、害怕被人批評啊、害怕因為內心裏邊一啲嘅黑洞而導致到你唔能夠去即時去做出行動呢？明明
我要督促自己要冇嘢嘅冇嘢嘅，但係到最後都係因為嗰種嘅驚，因為個內心裏邊嘅黑洞，而嗰個黑洞我哋都嗰個所引發嘅情緒，我哋都控制唔到，最後我哋都仍然去冇辦法真係去作出行動，去做出嘗試呢？會唔會好似大象同小象呢一個嘅故事一樣？所以咧就係作為一啲身心靈嘅工作者，又或者係心理輔導員啦，又或者其他嘅一啲助人嘅專業者咧，佢哋都會，如果係有一啲困難，如果想去求助嘅時候咧，我哋冥想可能係其中一個工具啦，又或者係其他嗰啲咩催眠治療師啊，又或者係乜治療啊嗰啲咧，其實都係帶領大家去。從我哋你講完啲嘢表面嘅問題之後咧，佢哋會用啲方法去帶領你去到去探索自己嘅內心啦。咁探索內心嘅同時咧，亦都可能會慢慢發掘得到我哋內心裏邊咧，其實係有啲咩情緒啊？又或者係導致呢一個嘅情緒嘅背後嘅原因啊？我相信如果你哋係去揾一啲嘅有關嘅專業人士，可能係冥想啊，冥想導師可能會俾你其中一個平台啦，去帶領你去容易做到，可以覺察得到導致呢一個情緒、呢一個焦慮背後嘅原因，可能都係大多數都會唔會因為你唔敢去作出行動，會唔會你害怕俾人哋去批評啦？會唔會因為細個由細到大受咗太多打壓式嘅教育啦？會唔會細個就會唔會因為做咗啲嘢，因為你攞唔到100分而導致到而被你嘅老師嘅批評啦？明明100分，你攞98分，最後嗰2分點解你去咗邊啊？你係咪去咗玩啊？嗰啲呢一種嘅説話，令到你會唔會導致到自己遲遲都會覺得俾人批評啊？唔敢行動啊？呢啲都係原因嚟嘅。所以冥想嘅好處咧，就係帶領大家去或者係催眠治療，都俾一個平台大家，俾一個時間大家去向內去探索嘅過程嚟嘅。所以冥想其實價值係好高㗎。咁係啦，希望大家希望我今日就唔同大家去講太多冥想催眠治療有關嘅嘢啦。希望睇完之後，如果中意嘅話，希望俾 like 我啦。希望亦都歡迎將個影片 share 出去。咁今日分享就咁多。